作為強積金中介人或代表，你可以如何透過積金易平台為計劃成員準備強積金相關申請？當強積金計劃轉移至積金易平台後，強積金中介人或代表，例如計劃成員嘅家庭成員，就能夠透過積金易助理界面為計劃成員準備強積金相關申請。隨後，有關計劃成員就可以透過簡單步驟喺積金易平台上查閱並提交你準備嘅申請。如何為計劃成員準備強積金申請？因應你嘅身份類別，你可以為成員準備註冊積金易、登記強積金帳戶、轉移強積金、申索強積金權益、提取自願性供款、為已故成員申索強積金權益嘅申請。隨後，有關成員就可以喺積金易平台上查閱並提交申請。喺準備申請前，請同有關成員清楚溝通強積金指示詳情，並取得佢哋嘅積金易號碼及香港身份證號碼。首先，前往積金易網站 www.empf.org.hk 滑動至頁尾，點擊積金易助理界面，選擇強積金中介人或其他為你嘅身份類別，並輸入個人資料。輸入你嘅電郵地址及手機號碼後，點擊驗證，以接收一次性密碼並進行驗證。輸入你收到嘅驗證碼，你將有1小時完成申請。選擇成員，再選擇申請類別。如果該成員尚未註冊積金易，你需要先為佢提交積金易註冊申請。當成員完成積金易註冊後，你可以為該成員準備其他強積金指示。如果你需要幫該成員準備積金易註冊，選擇註冊積金易。輸入該成員嘅資料，包括佢嘅個人資料、聯絡資料、地址及通訊方式。細閱條款及細則，點擊接受，你就可以成功提交該成員嘅註冊申請。有關成員會收到電郵或短信通知。收到通知之後，請提醒成員記低通知內嘅參考編號，以完成積金易註冊。如果你需要為已經註冊咗積金易嘅成員準備其他指示，點擊相關服務，從清單入面選擇受託人及強積金計劃，選擇相應嘅電子表格，點擊確定前，請仔細閱讀重要資訊，輸入成員嘅積金易號碼及香港身份證號碼，並填妥電子表格。提交前，請仔細核對表格內容。提交後，你同有關成員都唔可以再更改任何資料。細閱條款及細則，點擊接受，你就可以成功提交並發送已準備嘅申請俾相應成員。當你嘅申請成功發送俾成員後，你將會收到電郵通知。請提醒相應成員透過積金易平台查閱並接受該申請。計劃成員如何提交強積金中介人或代表準備嘅申請？當中介人或者代表準備好申請後，有關成員將收到電郵或短信通知。隨後，成員可以透過積金易查閱並提交該申請。而家我哋就介紹如何透過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完成該步驟。如果你需要繼續完成積金易註冊步驟，請先透過 App Store、Google Play 或者華為應用程式市場搜尋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打開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按註冊，揀選成員，細閱通告，按繼續，按以現有記錄繼續。輸入你收到電郵或短信通知內嘅註冊參考編號，並進行一次性密碼驗證，然後透過智方便嚟驗證你嘅身份。你可以登入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去跟隨屏幕上嘅指示嚟完成驗證身份步驟，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並按提交。
細閱條款及細則，按接受，你就會即刻獲得一組積金易號碼，按立即啟動。進入註冊嘅最後一步，建立你嘅積金易用戶名稱及密碼，以作登入用途。完成後按確定，你就可以登入積金易並開始使用積金易平台嘅電子服務。如果你需要繼續處理中介人或代表已經準備好嘅其他申請，包括登記強積金賬戶、轉移強積金申請等等，首先打開並登入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喺主頁選單上按代辦事項，選擇相應代辦事項，按繼續以查閱該申請，核對申請詳情，包括強積金功能、強積金計劃名稱等等。仔細查閱強積金中介人或者代表準備嘅電子表格後，按下一步，然後按同意。細閱條款及細則，按接受，成員就可以成功提交申請。申請完成後，有關結果將透過電郵或短信向成員發出。希望本影片對你有幫助。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empf.org.hk 了解更多。